繼續來看內政部長劉世芳和阿強列為台獨頑固分子。講劉世芳的外甥在中國台資公司擔任着經理人，已經被解除職務。國台辦講，絕對無允准支持台獨的人在中國做生意賺錢。劉世芳回應講，伊護衛國家主權的立場無改變。國人如果赴中國大陸，務必要慎思，否則在人身安全跟財產安全呢，會受到恐嚇跟威脅。即擺佇中國受到威脅的是內政部長劉世芳的親人。依照新華社央視等等中國官方媒體報道，劉世芳的外甥佇中國台資公司台灣英團科技有限公司做經理人。不過，這個企業發表聲明，4月7日已經解除劉世芳的外甥佇相關公司全部職務，並且強調講，嚴禁任何資源直接還是間接支持台獨。捍衛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，跟捍衛台灣的國家主權立場都完全一樣，沒有改變。隨上今年1月，中央台辦就將劉世芳列入上新的台獨頑固分子的名單，陸委會嘛反擊，中央利用跨境鎮壓手段加大操作台獨金主的清單，逼台商政治表態，好大家唔敢擱出聲，即擺嘛要反制啊！因為劉世芳的外甥佇台灣英團科技公司子公司服務，唔那政府會先示警，公司唔是一個良好投資的所在。既然公司對台商不友善，那呢這個省若要來台灣交流，嘛攏會嚴審。被這樣對待，我覺得其實是不是有一點 over 了？在商言商嘛，之後才還是政治掛帥。只要不支持跟中國統一，就可以隨時被認為你是支持台獨。威脅的是不只是個別的政治人物，甚至可能就是2300萬人民。那我們應該要一起譴責。那這個難得炮講攏對外遏制中國的手出入台商的企業，中共增加施壓的力頭，安尼干會造成反效果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